本來冇好強烈咁樣打算睇不赦之罪，可能一方面好多弟兄姊妹都睇咗，都有分享。我估可能咧有啲俾牧師呢個角色吸引啦，加上咧近年數得出好多好沉重嘅香港電影，由濁水漂流啦、白日之下啦、窄路微塵啦、年少日記、破地獄同埋爸爸。雖然咧佢哋好有意思咁樣保留咗啲人性光輝，但係嗰種冷漠克制、唔煽情嘅描述手法，使人咧感到現實嗰種嘅沉重。睇完電影咧都唔可以從電影當中脫離一下現實。但係咧我都係因為牧師不赦之罪，又係講牧師有啲咧徇眾要求咁樣咧，就你係牧師唔會睇係嘛？於是就走入去電影院睇啦。但係細看之下咧，原來有好多嘅説話同埋背後可能嘅諗法，其實都唔係因為牧師而出現。有時候我哋過度簡化信仰嘅答案，以為一句金句就回應咗問題，但係事實上問題仍然好多。係人犯咗罪，最後係要上帝嘅寬恕，先至要帶嚟一份人同上帝嘅復和。我明我都知，只係嗰位被罪者又點呢？個 sinned against 佢又點樣呢？係咪將一句用愛遮蓋罪，又或者愛仇敵奉之為教條就可以處理嘅？電影中嘅梁牧師，佢係嗰位接觸呢位年青人最多嘅人。佢睇上嚟要不斷要自己接納呢位年青人，但係佢係冇諗到自己其實一直用聖經嘅話語嚟抑壓心靈深處嘅需要，強行埋葬嗰種嘅傷痛創傷，於是乎帶嚟好多嘅憤恨，就係喺洗禮嗰日爆發出嚟。而之前一切金句都未能帶來釋懷，甚至抑壓或者誤導咗應有嘅憤怒。暫時未能夠原諒又點呢？就唔原諒住咯，俾時間咯，掃入地氈底又點呢？或者某日相遇重遇就已經釋懷。如果你曾經10幾年未能夠原諒一個人，你就會明白其中一個過程。又或者你睇下約瑟同佢兄弟嘅相處嗰種嘅重遇，你亦都會明白其中一個過程。與其好似梁牧師金句式嘅回應，不如就好似佢太太一樣，當面講一句唔能夠原諒對方，將一個大家都能理解嘅感受講出嚟，就已經係最正常不過啦。點解要喺唔正常嘅時候扮正常？我估咁樣先係唔正常。何況所有感受又何嘗唔係來自上帝嘅呢？上帝明白，自己明白，對方都明白。究竟女兒嘅自殺係咩原因？我印象中電影冇交代到有咩遺書，只係交代咗佢亦都係一個欺凌其他人嘅人。咁係因為被佢欺凌嘅人強姦咗，所以自殺？因為懷孕所以自殺？係因為父親認為佢冇權殺害生命，唔俾佢墮胎而自殺？我唔知道。我哋唔可以問究竟點解自殺？係因為唔能夠面對大肚？係因為大肚而感覺嗰份嘅羞愧？係因為感到唔被父親諒解？係因為感到不被母親支持嗰種嘅失望？係因為後悔欺凌咗其他人？可能有時我哋假設咗唔同角色應該有嘅價值，牧師應該用金句回應，應該多啲愛心，應該接納好多人，應該接待罪人，應該點樣去表現佢自己。但我想提，
牧師衫裏邊其實都係一個人。點解牧師衫係黑色？正正係提醒我哋都係一個罪人，只係牧師仍有一個白色嘅領，提醒我哋係被上帝軛所限制。有位叫做費巴科爾伯，佢話咧：上帝不是創造人的存在，而係人將自己嘅理解、願望、感情投射出去，創造了上帝的形象。雖然我哋唔同意呢個講法，但不幸地喺現實生活中，現實係我哋將自己期望投射出唔同嘅角色。基督徒嘅父母、基督徒嘅男女朋友、基督徒嘅老闆、基督徒嘅同事、基督徒嘅藝人等等。我唔係話唔需要基督徒嘅眼光嚟睇世界，只係成為一個基督徒，首先應該一個真誠面對自己嘅人。而古往今來嘅聖經人物，亦都係將自己最真誠嘅一面嚟面對上帝。盼望我哋下次用金句之前，可以多啲思前想後，用豐富嘅詮釋嚟發現更多人際嘅空間，用應有嘅黑暗真誠嚟活出基督徒嘅生命。有句說話係咁講嘅：我用黑色嘅眼睛嚟尋找光明。盼望我哋揾到呢份嘅光明，我哋願意有呢份嘅勇氣去尋找呢份嘅光明。阿門。